来继续来讲这个做兵做义务兵，敢真正要甲役期延长到1年？啥物时阵会确定呢？国防部长邱国正日前讲，年底进前就会公布方案。那这个教育调集的新制度，今年3月正式来实施了后，有网友分享到感想，讲甲以往的训练比起来加精硬，包括射击训练甲战斗训练，拢为本地12点钟并一倍时间。那射击的枪支嘛为本地86发增加到183发。按我回报，即刻进入阵地，完成射击准备。新的教育调集3月正式实施，有网友分享经验，伊讲5天结束，差不多从头至尾拢是全副武装，连落雨天嘛是爱全副武装行军，想到都行军比新兵训练搁较险。新的教育调集真正有较严。本来5天到7天，即马变2礼拜。射击训练时数为12点钟增加到28点钟，战斗的训练嘛增加到56点钟。训练射击的枪支量本来是86发，增加到183发，而且受训的期间袂使休困，逐天行军10点钟。那现在考量成本和威胁的增加，所以我们把教召人力扩增到2.2万人。那第二个，就像刚才兵役的一个重点，就是训练的内容。所以现在新式教召，我们看到他们就是实战化的这个就是科目，还有就是射击的发数，都有所增加。那新的教育调集的时间有较久，嘛加正硬斗。内政部代理部长花敬群表示讲，本来替代役6个月，相比兵役4个月役期，说来拢会超共款。有关这个义务役的部分，之前讲部长邱国正讲，年底前对公布延长的方案。我想考量到我们的外在威胁，还有人口变少，所以兵役议题就是说跨部会在做整体的一个评估。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时间点。若是新的制度12月公布了后，需要经过1冬的准备期，也就是讲，要到2024年才会正式来实施。时到只要满18岁役男，役期有可能为本来4个月增加为1冬。两岸情势正紧张，若分别的硬实力，真正若要修正，延长兵役嘛较有受拍本。